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聽維拉頻道啊。今晚週六嘅英超尾場啦，維拉將會作客呢個社區球場對呢個賓福特嘅。維拉其實喺週中踢咗一場好關鍵嘅歐聯賽事啦，作客比利時嘅布魯日啦，暫時喺首回合咧就以3-1領先緊對手嘅。其實就嗰場比賽啦，貝利咧就喺早段3分鐘就接應咗明斯嘅頭槌二傳啦，快腳喺12碼點度成功抽入，為維拉取得領先。其實之後布魯日就攞翻好多攻勢嘅啦，如果有睇翻嗰場直播嘅話，特別係佢哋兩翼啦或者兩閘啦，都帶俾維拉好大嘅威脅啊！亦都憑佢哋嘅左閘啦，成功一次嘅突擊啦，可以追成平手啦。其實嗰球波馬天尼斯可能都有少少責任，因為以佢嘅能力啦，我相信其實嗰球波應該有機會可以救得出嘅。不過奈何啦，可能個力度太強之下，佢就未能救得到。咁唔緊要嘅，其實因為佢之後其實都救咗維拉一命嘅。因為其實之後布魯日咧，佢哋亦都有一個黃金機會啦，但係好可惜嘅，俾馬天尼斯咧亦都係神勇之下咧救得出嘅。半場最尾係1-1握手言和啦。其實下半場都比較膠着嘅。其實都去到差唔多比賽末段啦，去到82分鐘啦，先憑對手嘅烏龍波咧再次取得領先，係啦。跟住再喺88分鐘啦，卡殊喺禁區內俾對手嘅 late tackle 嘅侵犯啦，獲得個12碼啦，由阿申斯奧最尾咧埋齋，作客暫時3-1領先緊布魯日嘅，係啦。講完嗰場波之後啦，其實都講翻今晚嘅英超賽事啦，係啊。其實睇翻聯賽榜啦，維拉暫時排喺第10位嘅，係啊。暫時落後緊，可以話係第5位嘅車路士啦，暫時落後緊4分，係啦。不過打多一場嘅，所以其實呢場波都比較關鍵啊。如果你攞唔到3分嘅話，其實有機會繼續會係個排名上又未必追到前邊嘅想攞呢個歐洲賽事嘅資格咧，其實都比較困難，係啦。講翻維拉同賓福特嘅關係啦，其實都比較密切啊，可以咁話。其實因為維拉升班之後咧，喺賓福特嗰邊咧，其實都引入咗幾名嘅球員啊，譬如有岡沙啦、屈堅斯啦。其實睇落其實兩間球會嘅關係好似好好咁，但係其實兩間球會踢落咧都幾有火藥味嘅喎。譬如啦，就上季維拉作客賓福特啦，就以2-1擊敗對手啦。而當中屈堅斯喺嗰場比賽咧，其實俾個咧部分嘅賓福特球迷咧，就人身攻擊啦，或者報以噓聲啦。當佢成功為維拉頂入一個反勝嘅入球之後咧，其實佢亦都向嗰部分嘅賓福特球迷咧示威嘅，亦都造成咗少少嘅衝突。比賽更加喺補時階段啦，賓福特嘅麻煩友阿慕比啊，亦都令到馬天尼斯跳掣，乘勢呢個拉起佢啦，造成緊另一個衝突啦。而卡馬拉走去勸交，反而喐咗手，就被罰紅牌趕離場嘅。其實雙方咧都火藥味都幾濃嘅，係啊。首從話啦，維拉其實嗰時咧都比較劣勢之下咧，亦都喺主場可以憑呢個卡殊連中2元啦，就擊敗咗賓福特3-1，係啦。頭先都有講過聯賽榜啦，維拉而家暫時排喺第10位啦，同賓福特相差緊4分嘅，係啦。睇翻數據啦，維拉其實近6次對呢個賓福特咧取得3勝3和不敗嘅，數據上就好似維拉好有利噶啦。不過如果你睇得 deep 啲嘅話咧，其實近6次賓福特喺主場對維拉咧係取得4勝1和1負嘅。係啊，加上維拉今季作客成績好差啦，同埋歐聯之後翻嚟嘅英超比賽咧，成績只係得1勝3和4負，所以其實咧唔係好樂觀嘅咋。好啦，艾馬利都喺賽前咧都表示咧，其實球隊嘅傷兵咧已經開始好轉噶啦。傷兵名單其實而家只係得巴克利嘅啫，而養傷好耐嘅安娜拿已經開始復出噶咯喎。好啦，加上咧卡馬拉啦、卡殊啦、馬倫啦同埋托里斯咧，已經可以復出，所以對球隊嘅陣容好完整啊！艾馬利就話：好啦，至於對手賓福特啦，今季其實表現就喺主場度比較反覆啊。係啦，其實近7場主場咧，竟然係只係得2和5負啊！主場威力有少少跌喎啊！係啊，不嬲其實賓福特都係靠主場揾食㗎。係啦，上一場對愛華頓啦，更被對手逼和啦，而當中咧，賓福特全場真係做出2次黃金機會啊，所以其實就狀態上明顯都比較差啲嘅賓福特。希望維拉可以喺作客情況下可以全取3分啦。不過
上一次對水晶宮，人哋其實個主場都係比較差嘅個成績，咁亦都最尾水晶宮亦都能夠主場大勝維拉，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賓福特近期嘅主場成績係比較差嘅話，有機會喺呢場亦都嚟一個反底，咁當然希望唔好成我貴言啦，咁希望維拉呢場波攞到重要嘅3分啦，可以追翻上去啦。咁今日維拉頻道就同大家講完咗呢場賽事啦，咁希望大家 like and share 我哋個頻道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